西藏文法典研究，不自由虚词，七切显汪间。时态助词，七切轻sok，强调动作正在进行中。例句 Berje 空翠邦冈拉德内斜东勤 duk， 他们正坐在草坪上唱着歌。鬼波西南 K 丁拉顶勤 duk， 一只老鹰正在天空中翱翔。当公昂错斜东勤出落用瓦影。昨天晚上我们边唱歌边走回来。